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届美国大选的关键议题。上受到关注的就是经济政策。川普主张要对外提悬关税，对国内减税来进行美国的制造业，帮助中产阶级。因那何今日是提出要对好业人、大企业来加扣税，扩大帮助弱势族群甲中小企业。针对着这移民的态度，川普就大增的批评这些非法移民拢是罪犯，佮讲因污染美国人的血统等等一寡较激进的言论。因那何今日这边是打着守护民主的立场，批评对方川普是法西斯主义，而且伫咧保障女权甲生育自主的议题，何今日是较受到选民的支持。经济是这届美国总统大选上受选民关注的议题。拜登执政期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通膨是起立到40年的观点，互民众拢在嗨。虽然讲即马通膨已经回稳，就业嘛增加，但选民对未来同款是真烦恼。We will save our economy. We will rescue our middle class, and we will always put America first. 民调显示，川普一直互看作是较有能力来处理经济问题。伊主张大幅提悬关税，企业永久减税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。但是关税这相关，互选民和企业拢有疑虑。贺锦丽是提出大政府概念的经济政策，有钱人和大企业征税，强化中产阶级，帮助中小企业力量新政，大量去权和补助减免，互善食人也是弱势族群拢有变身的机会。An opportunity economy where everyone has the chance to compete and a chance to succeed. 川普和贺锦丽两个人的经济解放完全无同，但是共同点就是拢会留几条美金的债务，其他的关键政策嘛拢反映因所属政党的本质。川普伫2016年做总统这4年的期间，任命3个保守派的大法官，和最高法院出现几十年来上偏右派的局面，推翻半世纪来保障妇女生育自主权的罗斯韦德案。全美国1/3的州伫共和党的执政之下，已经执行真严格的拍体禁令，甚至去影响到试讲红婴仔人工受孕的合法性，女权和生育自主变做贺锦丽得分的重要议题。The freedom of a woma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her own body and not have her government tell her what to do. And if he wins, Donald Trump will go further. He will sign a national abortion ban. 偏右派最高法院嘛扩大解释宪法第2条修正案保障的有情的权利。虽然枪击的暴力世界拢是民主党杀的枪击管制，同款是面对真大的阻力。贺锦丽为着要争取有情这派的选票，最近甚至强调家己有情，黑白拢入去因兜都要食枪支。川普另外一个得分的项目是移民的问题，伊甲经济困境大量拢算去，互非法移民瓜分资源和工作机会，讲因拢是未道的罪犯，污染美国的血统。No, now a murderer, I believe this, it's in their genes. And we got a lot of bad genes in our country right now. If Harris wins, a never-ending stream of illegal alien rapists, MS-13 animals, and child predators will flood into your communities. 中东情势清悬嘛变作关键议题，犹太的选民传统拢是甲票转互民主党，虽然敢若占总人口的2%，但是伫咧宾州和密西根这关键摇摆州的比例真悬。贺锦丽一方面挺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来购票，但是嘛，搁较坚持要求停火，要顾穆斯林和反正民众的感受。川普是一直讲贺锦丽是激进的左派，若当选会互以色列伫2年来都无去。未来黑人的条卡，这场战闹战每一个州数拢有可能变做决胜的关键。公司新闻社会长编译。